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贝，又到复习的时间咯。我们当地文化的传承基础的部分，其实是阿美化的保存。故说对中央省的校委会开始，上台推动行业认证啊、神经式教学等等，鼓励大家来学阿美化。不过几年下来，语言的流失还是大蛮严重吼。故说有人提出讲，其实无单枪靠学校，其实也要靠家庭的努力。就有一个行业亲子共学的计划产生，计划到底係睇做乜嘅呢？又係內容又有哪條呢？今日我哋就特別邀請到兩位負責規劃同執行嘅先生來到節目裏邊，好好來同大家小嘅同分享一下哦。馬上就來分享我哋兩位先生，首先係我哋鍾先生。大家好，我係呢屏東科技大學嘅師資培育中心嘅鍾鳳橋鍾先生。歡迎鍾先生。接下來呢係我哋鍾萬陽鍾先生。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高雄市民農區民農介紹幼稚園嘅先生鍾萬陽，大家好。哇！歡迎兩位講嘅先生嚟到節目裏邊，等下來好好同兩位先生嚟分享一下有嘅計劃到底係做乜嘅咯。首先先請教一下鍾先生吼，這個鍾先生睇到係屏東科技大學嘅先生嘛？老師，你平常嘅教學係做乜嘅呀？我平常呢教嘅課程係呢做先生嘅師資培育嘅教育心理學嘅就課程實施。教嘅學生嘅技能很白，以後會嚟做先生，教技能用辦嚟做先生，教課嘅內容喺度係呢。好笑嘅。鍾先生我平常時喺自己民農介紹幼兒園裏邊做教學。就係幼稚園很細小朋友同佢呢，教技能呢。講到頭嚟講，我哋行業頭都有講到嘛，中央開始對行業認證開始推動嘅幾多嘅計劃，做乜嘅會有一個親子共學計劃嘅產生鍾先生。我哋最主要嘅原因講一個母語嗬，我哋希望呢要同家庭地輩來學母語。因為雖然從91年開始呢，我哋呢個雖然呢課程地位有一節課題教母語，但是我哋發現呢，一個效果唔係講幾好，喺假使講有機會呢，同我哋學家庭地位呢，來從下父母同我哋雖然嚟從下來學學法呢，我哋發現呢，咁樣效果會更好。所以我哋就睇下你提出你計劃來講盼以利用我哋咧休息時間星期六、禮拜日一段時間呢，我哋就邀請我哋咧爸爸媽媽父母同細兒咧帶來幼兒園咧細兒咧從下來我那個教師地位呢，我哋嚟學習法。唐東老師按你分享我都明到講，對92年開始都有推動我哋母語嘅一個課程嘛。我還記得我年輕嘅時間，人家講很細嘅時間，我哋上課真係就有上嗰種阿美化嘅，唔過嗰時間冇一聽講，我學嘅係乜嘅，大部分人記得嗰時間我讀嘅嗰多年係河洛年，嗰種人學嘅全部係河洛話，係冇像更加好講，唔自家可以選擇，我學哪條嘅阿美化。唔過我實在講，嗰時間學嘅阿美化，包括行業係河洛年。親像大部分嘅時間，有時間都講唔講，書拿出嚟啱啱麻煩煩啦。大部分嘅時間有可能換其他先生再去上其他嘅課程，像軍語啦，又係數學啦嗰條。對我哋嚟講，以前韓式學嘅所謂的阿美化，其實大部分還係對阿爸阿媽，又係對阿公阿婆開始嘅哩。如果講我哋嗰時間學教所佔嘅比例，冇像更加10年嘅安幸福。我哋嗰時間喺過去嘅時間，即個。同大家自然而然的按嚟講，冇學教嘅時間都變做另外一種完全冇共用嘅。嗰種我做乜嘅印象會暗沉，因為我透過學教嗰時候嘅時間，全部嘅河洛年嘅同學同朋友，嗰種晚些時間我這個老師說，嗰時間我學法去請會堂，冇嘛會講，等到從河洛年我會講河洛話。係啊，鍾先生對有個計劃地位算係自己嘅執行嘛，睇執行有個計劃嘅時間啦，同
以前我记得学校有谈过有沉浸式课语教学教学的部分，要两种从那个计划有冇个无共样两个计划？我哋闽南介绍的幼儿园从103年高雄市古收费主委迄时阵伊迄我哋高雄市客家委员会的主委，从屏东带过来我哋也所有个沉浸式的教学我哋都开始做。就是说从学校底辈都开始教学化啦，从幼儿园开始都开始扎根最少我哋用50%要学化下去屯生人的讲学化天天本生人的安尼谈必关系过来呢又也咧我哋讲的行业的亲子家庭的计划都有抢安尼，因为呢也着生人的拄好都会要下底辈。拄好有迄个客家家庭甲安尼旅游抢安尼咧家中乡下来参加。嗰种唐风来讲，沉浸式教学迄个学校部分一个行业亲子共好的地方，迄个家庭的部分，用在都等讲上课的时节沉浸式，下课回到路考的时节都一个亲子共学共好，完全都不同类的呢。无像有诶人讲，俺哋摕学校的学阿美法学行业，结果回到路考的时节，亲像又非洲种人又讲关于甚至于会讲好罗法安尼，一个行业的部分都真是完整的呢。安尼一个计划对某个时节开始推动的呀？推动俺哋已经有几下年的啦几下会俺哋就用师班俺哋其实客家话真是落实俺哋就想到讲从家庭开始，俺哋105年的俺哋免费的客家话讲的情形调查俺哋发现了13岁以下的生人咧，我讲客嘅无13%，所以也个嗰本讲嘅安尼客家话嘅流失才有严重俺哋呢发现了讲一个客家话呢最好的学习的场所呢，唔係摕學校方，應該要摕碌卡，從基本俺哋就開始呢，家長同生人的講法呢，就要開始來講下。但是我哋發現呢，也差唔多30歲左右30到50歲左右嘅呢，客家嘅成年人呢，我講客嘅冇幾多。所以呢，俺哋也叫往呢，就想到講咁既然俺哋呢，就利用放假嘅時間呢，邀請家長同生人呢，從下來學客家，所以也叫往呢，就從一個安尼情形提案呢，俺就提出安尼親子共學客家安尼叫話。嗰種有個親子共好嘅計劃佢係唔係講喺全台灣，又係搶人哋南部、屏東、高屏地區、綠地地區入邊搶得之下。俺哋目前嘅歷史俺哋先屯高屏地區呢已經執行嘅有2-3年咧，團隊冇經費開始就試驗，俺哋做嘅呢個真係有經費呢，從去年開始，所以俺哋已經計劃進行了有1年咧，今年呢希望呢又可以和繼續呢來做，俺哋呢會擴大俺哋嘅範圍，俺哋去年呢俺哋開喺高雄地區呢，俺哋可以有3班，俺哋嘅親子共學客家話嘅班級，俺哋今年呢俺哋嘅計劃提出來呢，俺哋希望呢。有可以擴充到5班，就邀請更加多嘅家長同生人嚟從下來學客家。嗰個頭前幾年嘅時間算係一個試驗性質嘅啦，推廣那些看成果係樣辦。你我想請教一下萬榮先生唐風來鍾先生一篇佢係規劃嘛，係出行，幾時節做乜嘅會請到萬榮先生5人嚟聽書嚟出行有個計劃㗎？因為我哋學講你本身都會做沉浸式教學嘛，講實在啦，要請到一條家庭如果從客家種嘅家庭裡邊去請，我哋有2班呢，2班裡邊客家庭如果機會都較多喺時節從4班嘅下有嘛，有想講問家長，家長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啦，他們都很熱忱去參加，慢慢的下去。
推动师范2、3年后，伊人越来越有兴趣。伊讲安尼干会好啊，连阿公阿妈都穷下来哟。错。哦，讲到遐片啊，我都想同两位先生分享一下之前我们摕乡下时间，因为工作关系啊，我接触到我们种批老人家，我们咧发现到一件真神奇的事情，就是讲我们会讲，大家拢伫讲，我讲阿美花，毋过我们满到一条种批，阿公阿婆的时间，今年最不是看到孙的跪起的时间，我同佢哋用办讲嘛嘅花好时间，我们发现到有一部分咧阿公阿婆今年喺讲关于。今日你讲嘅咧嗰啲神奇嘅事情，如果講，嗰時節啊，佢唔係孫嘅吼，又係孫嘅，今日來練習阿美花，來練習漢語，喺電腦喺阿公阿婆來練習講國語。嗰時節我都想講奇怪，以前唔係講幾多路卡吼，我哋種批不是會同孫嘅啦，嗰度講阿美花講漢語嘛？怎麼嘅電腦喺我哋阿公阿婆來練習講國語咯？今日講我哋國語有進步呢，我都講安尼嘅孫今日咧校法可能都冇進步哟，安尼講。不過講咗轉來啦吼，因為行業嘅計劃之後，真是有本大家嘅青年咧，今日咧漢語有進步嘛？萬陽先生。當然有進步啊！我哋唔會從師範到正式嚟攀啊，嗬。多多主持人講到，阿公阿媽喺講福建語，之前都係會安尼。阿公阿媽你做嘛，唔會同佢哋講客話咯，伊講伊哋都談唔識啦，講唔都會堅持講，伊都會談嘅識啦。唔過咧，我哋計劃下去，伊哋都有一啲觀念啲，我都會堅持講，雖然你談久嘅，都會講。伊唔驚伊講伊談唔識嘅嘢啊，伊喊擺睇一家都袂啊。毋過唔行勢唔會同伊講客話，伊睇嘢都唔曉得講。真是冇錯，大家冇堅持下，如果頭到人喺講那個又講那個嗰種，大家學嘢嘅阿公阿婆見到喺度學過嘢喺講那個，毋過大家冇堅持法，真是到後期面會變成一個真恐怖嘅事情。人哋咧阿美花變咗國語嘅哩，係啊。觀眾朋友，大家聽到入邊係咪也真有感覺嘅呢？毋過有個親子共學計劃地位，還有樣板嘅內容，也係神奇嘅故事呢。休息一下，CP茶馬上過來喲。頭頭同大家好好來紹介一個漢語親子共學計劃。第一計劃地位唔單止係學嘅喲，係睇幾多路卡行有技術來推動一個漢語。毋過還有哪條嘅法通，也係教學嘅內容呢？繼續來請教兩位先生咯。鍾先生，你頭頭我哋講到一個漢語親子共學嘅計劃，佢係睇下課之後嘅嘛。有個計劃都從先生共用講嘅嘛，都針對家庭嘅部分，也係還有某個冇共用，也係冇講到嘅部分冇。我哋啊親子共學學業嘅計劃吼，總共有2大部分。第一部分啊吼，我哋有進行嘅師訓，吼，就我哋每週日呢有6點鐘嘅課程，提供咧一般對安尼教客家話親子共學嘅先生啊、新傳師，也有興趣研究我哋邀請人來吼，研究參加研習一種方式。我哋規劃課程一週日有6點鐘嘅課程呢，利用相同嘅星期六、禮拜安尼假期嘅日期呢，我邀請台灣全省嘅呢客家地區嘅呢新傳師同先生呢來參加我哋呢師訓活動，亦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頭先我哋講嘅，我哋要開辦呢3個班級嘅呢課程呢本家長同生兒咧來從下學客家話吼，咁係你睇一個家長同生兒咧從下學客家話嘅一個課程裏邊咧，我哋有2個核心，我哋希望咯家長讓他們有按你嘢講啊，愛教生兒咧講客話嘅意識，吼，我哋aware，我哋讓他覺察
讲啊伊个有一个义务，要同俺的客家文化我传承下去，所以伊有安尼意识形态讲啊，底下讲啊，我提入卡我尽量传承人的讲下法，也係俺第一部分的目的。第二部分的目的呢，俺就邀請人來參加吼，一整日來有3點鐘的課程，人來呢出接待新人來向下來講。學客家話，吼，啊，俺哋呢條件呢，除了講客家家庭以外，俺哋希望呢，就是家長可以陪同，吼，也可以陪同一起來上學，來學嘅呢，俺哋呢，人會來參加。哦，嗰時候有個計劃底邊，頭頭老師有講嘛，分咗2部分。第一咧，先培訓我哋教學嘅先生。有教學嘅先生培訓好嘅，才嚟第2步，頭頭我哋講啊，歸到家庭嘅部分，有一條先生教我哋咧爸爸媽媽家庭嘅成員咧，樣板嚟進行有個計劃底邊嘅內容係安尼嘛。安尼嗰時候全部嘅時間，萬勇先生，係唔係向下來送有個第2部分嘅課程啊？講。資訊嘅嘢部分係啊，應該係第2部分嘅教學嘅先生吧嚟諮詢咧，係咪啊？因為本身都係提前嘅先生，那我們會做實務的分享，哈。你同一條新傳師目前接觸一條親子家庭嘅新傳師，我偏偏唔係我哋面客家莊嘅先生，好，伊哋咩想同伊哋學校地邊語言地邊可能咩想同有客家家庭啊。我哋希望全部幼兒園咧，弄佢哋從事我哋也學語教學嘅部分。伊哋來幾下吼，我哋有我哋實際上我哋教學嘅經驗。好，我們從教案咧開始寫教案啦，吼，到教學啦，過來親師用嘅溝通啊，吼，嗰啲部分啦，我哋都全部全上都跟人分享。跟人講好，我哋希望每一個人呢，都可以呢，自己每一個地區，就算唔係客家地區，相同可以推，相同係可以推。哇，嗰時候有條先生冇簡單嘅，佢哋本身專業嘅行業，會，樣板來教，一定會嘛，還會學同細年呢，同人哋家庭樣板來互動，等於心理的層面又係顧到呢，佢哋學，安尼6點鐘，佢哋。他有個課程，你可以舉例一個實例，印象嗰層面課程，幫我哋觀眾朋友談一下冇？萬勇先生。像有一擺我哋都來上我哋客家文化，都我哋客家史哈。我希望先生，因為本身先生語言本來都不會，不過我有文化的概念，語言加上文化，才是真正的我們一個所謂的客家的整體性嘛，帶下去呢，不過你哋先生都講，剛才有朋友唔係客家莊帶一條東西，伊人課上有冇？會太跳動啊！講唔會啊，你從nhà在地，你可以從，比如說做養眷村文化好誒，講眷村文化同埋客家文化差異，因為呢，你客家話先搞眷村文化嘛，係嘛？慢慢的，有很多雷同的東西帶過來，天天呢用嘅啊，潛移默化嘅帶過來我哋客家文化，安尼，談好了語言唔係講輕硬嘅一開，佢可以同人哋生活有共用、有共鳴、有接觸到。大家學好嚟都一定係有興趣，先會講嘛，嗰種唔係講人哋唔係合作都做唔到推動啊。其實用客語嚟消解無共用嘅觀光，有個美食嗰度，文化嘅部分其實都有相同嘛。錯啊！安尼談好嚟做一個先生，其實唔係產嚟看佢好多無共用嘅東西。嗰時候鍾先生能當時規劃嘅都包括一樣嘅課程嘛。我哋呢盡量同我哋文化語言、文化個客語安尼結合在一起吼。同我哋除了客家史、安尼風俗習慣有納入6個小時安尼課程以外，安尼咪客家班，客家班嘅安尼課程地方呢，我哋就結首間呢。一條客家班用嚟做，客家班呢同埋咧每一個節氣同佢做結合，像5月節就是保中誒，7月班呢就做紅班誒，因為美食文化也係相同客家人咧生活的那個最重要的內容嘛，所以我哋就結合一條呢，有。文化習俗、語言、風俗這些呢，還有節慶這些呢，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吼，啊塞就摇枪安尼从万用欣赏按有经验的欣赏呢，来伊个主题，可能安尼上课6点钟，吼，所以啊视讯呢，视讯的欣赏呢，安尼嘛摇枪伊吼，每早也有6点钟，安尼嘿，啊也就欣赏了落言咯，从头到万用讲的，从写教案，过喏设计课程、设计活动，好，结合文化习俗、节庆这些呢，然后我们把它设计一个一系列的课程，好，所以安尼嘛有一类视讯的主要内容是包括这些。最起码按你生活也要到半年的时间嘛。有。哦，要一定的从今日学会之后，还会有跟人讲的几类重新复训那种机会嘛。有，嘿，也种规划吼，安尼今年的计划底边嘛，我有安尼，系咪想讲一整日，俺都会希望伊咯，来6点钟，吼，因为教学相长，除了有经验的欣赏呢，以设计活动推演参与以外，演去干嘛可以？知道吗？我上班活动，我带过去现场教给他，我发生那个问题，所以俺哋有讨论，有安尼向下共同商量哈，有发生那个故事啊哈，甚至呢那个反应啊哈，嗰度都可以讨论啦。老師，安尼睇有個分享嘅時間，能有談過個特別嘅案例啊，係故事嘛？線上有分享到。嗰度現場都感覺講啊，來參加一個視訊活動，非常的有趣，也豐富了他的教學內容，就是以過去現場嘅他們也有搞聲音呢，也有搞用嘅他們有不同年齡的聲音的呢，也設計活動呢也不同。大概佢原本冇有個相像嘅方向，安尼嚟做嘅。啱萬用先生講到一篇啊，唔能睇托入到學生嘅家庭嘅時節，除了佢喺客家嘅家庭之外，還有乜嘅無共樣嘅條件冇？無共樣嘅條件，我講最主要哈，如果你家庭家長的意願，你的使命感，你很有一個觀念。如果就算唔係客家家庭有啲家庭馬上講，我本來生年學客家，我咪想去參加。有一種家庭嗎？有。像更加有嘅新住民嘅也有嘛？有。唔會差呢。係啊。你一共有出行都更加有1年嘅嘛？他有一度嘅家庭有參加過有嘅計劃嘅。我哋最多有10尾11個家庭個，最少像去年嘅有8個，講中間嗰度家長會因為伊禮拜6啊、禮拜啊，佢有啲種小分隊啊，冇都做醫院護士啊，伊咧拄好禮拜6、禮拜日都冇法度來參加，嗰時候呢有時間人會較少，有時間呢人又會較多哦。咁我哋先家庭嘅行，攏希望可以先睇咧有意願嘅家庭，也係最重要嘅。第二個呢，我可以配合下時間嘅家庭。你老師談好了呀，其實有啲家庭牽到嘛，那我繼續嚟請教老師講，頭先有講到佢唔係漢語嘅家庭嘅部分，佢今年嚟參加時，今年假使講今年他們是漢語啊，今年會有乜嘅反應，也係講今年參加也之中，今年有分享到，今年有樣辦嘅感受冇？我有問過我哋有一個新出名嘅阿妹，伊帶阮伊細年咧，伊第一迄個是客家族。其實伊一家嘛，咁咪3萬學客家啦，伊帶阮細年嚟來也嚟學，啲咧希望講，伊細年咧只面農都要學客家，伊細年行勢其實迄個是咧越南嘛，伊個越南話咁咪會講，有希望講，只要喺我哋客家種，客家話都會講，幾多不卡，甚至客家家庭咧，伊幾多不卡嘅下隔壁鄰舍阿公阿媽，其實也家養家慣咩係相同係行人啊。是講互動較少，伊都天天嚟都佇講，帶細人咧去同伊下家慣家養去互動，係也細人咧同阿公阿媽講客話也係另外一種另類的他自己的運轉的方式。觀眾朋友，聽到一片啊，其實還有更多精彩嘅故事同案例，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
一个行业亲子共学的计划啊，唔但抢欣赏哦，连参加的家庭也真有兴趣。啊，不过今年上的课程看内容很丰富，啊，一条课程係欣赏想出来的吗？还係有其他人共下来讨论呢？啊，钟老师，一条课程啊，係欣赏自家来计划，也係讲今年也會同参加的家庭哦，一條爸爸媽媽，也係阿公阿婆，更加共下來討論講，人哋可以上某個主題，也係有某個內容，會安尼討論冇？會。安尼吼，我請家呢有經驗的代理啊個親子共學的活動的欣賞呢，伊會寫出一個教案來，講安尼每一個節課嘅下面安尼都有句型，哦有乜個句型吼，愛講乜個學法，愛依賴了一種句型，所以安尼同欣賞同也實際帶活動的欣賞咯，我寫教案。哦，啊寫教案的咯，我有看過，吼，也禮拜有乜個劇情啦，乜個活動啦，吼，啊帶嘅親子帶嘅，啊最後呢，我哋有3個活動呢，就親子共同來製作，或者是呢共同來互動，吼，啊最後嘅下邊我哋會有一個半點鐘嘅時間呢，我哋討論，你要活動帶過去。團生人嚟睇錄卡，家長團生人嚟講學法嘅後，我有乜嘅問題，也係策略，嗬，安尼來激發生人嚟我講學，哦，做頭都講誒，我對回答學法，阿姨都冇反應，佢後邊我哋按樣嚟處理，嗬，佢就我哋都有半點鐘嘅時間呢，團家長嚟討論，嗬，所以佢有半點鐘嘅下我哋就有3個有大姐姐團生人嚟帶去戶外嘅度做活動，啊，太兒呢就留喺現場做討論，嚇討論講下你嘅親子共學帶過去錄卡嘅下會發生乜嘅問題，哦，哎，他個腦力激盪，哦，我哋要告訴要團先生、團生意、團家長講，也在這個時間可以用嚟處理，按過其他家長嘛會分享佢嘅經驗，不過我哋我哋希望呢每個家庭呢。錄養一段時間呢，親子共學過去嘅演講學法嘅情形呢，個全部安尼叫我地方安尼，我聽安尼安尼網絡平台好安尼，我從安尼演啲樣片會掛上去。哦，可以本大家看得到，彼此教學相長，可以嚇其他嘅家庭可能睇做乜嘅，可能用辦去進行。哦，也順勢嚟講，其實新年呢去到。有個部分吼，睇家庭之後，可能學習嘅狀況啊。家庭嘅部分，爸爸媽媽可能可以先同先生來沙盤推演一下，講人哋幾多錄卡，假使講發生嘅某個情形，吼先生可以用辦做，吼爸爸媽媽可以用辦做。啊，你實際執行萬用先生，有個家庭條到總先生有講嘛，同佢講下發生年咧會有冇反應嘅時間，人用辦去教講，人哋用辦激發佢學下發嘅興趣。其實生意呢，吼，以前他學嘅下有啲沉默期，因為伊從反應一下轉學法吼有困難。有啲生意呢，吼，唔可以用強迫伊愛講出來吼，他有挫折感。我係講啊，都談人啥吼，唔會硬講。啊，伊很講唔錯嘅下，你可以複誦一次，正確的給他聽。可是你千萬做唔得改講，唔講唔錯嘅。吼，你講伊啲長板嘅比。學都好誒，天天如果聽人長板呢，年下伊學都錯嘅。哦，係安尼哦。假使講我萬歲時係安尼搞好，其實我想講我喺合法更加應該喺韓國學，應該能做啊。我萬歲時就真係講唔錯嘅時間，馬上都幫人口條啦，佢講唔錯嘅。哦，這個有時間我開做嘅時候，我講講，等一下啊，安尼講會唔會幫人口條嘛？係啊，其實更加對人嚟講係一個親神奇嘅回憶啦。不過對真是對成年人嚟講，假使講一下誒，本佢一個挫折感太重吼，佢對有個佢都等到唔係講氣氛學習嘅，佢都等到佢講學習有個語言，係真是係有個豐盛嘅。啊，除了頭到總先生有講到彩繪啦吼，還有那條歌之前冇看過冇學過嘅發動喎，彈簧咧真是當然神奇呢。係啊，有那條嘅啊。我哋有做做乜嘢啊？做完嘅就從外看而言吼，就會先講故事，講故事嘅喏。從那個美濃結社也有創作一些安尼故事本，安尼我從下大家來做故事本。不過呢，個故事裡邊呢有幾種內容哦，有包括安尼咧，
吼，客家话做班的，吼，然后客家话里边，那个蛮用嘅嗰度活动吼，可能蛮用我提供嗰度安尼。现代的嗰度，我按多年里边带落安尼活动来同大家分享。马上转过来，万勇先生，你们都在送的那条安神奇的课程，同大家讲一下好冇？真是冇像我们头把安尼上课的内容呢，迄个新个贴配在里。像我哋上课，因为我哋年龄层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个生意呢，可能差60-70岁拢有嘛。像我哋上玩具好诶，吼玩具。玩具呢，头摆嘅童玩嘛，吼，今日都玩具嘛，吼。头摆嘅童玩跟现代的玩具，爷爷奶奶看到跟头摆嘅玩具，他就心里怎么样？哦，我行势是教过哦，等阮顺利教，等阮顺利做，看到顺利教伊行势给他教的东西，呀，心里面就会觉得啊，真的，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他的语言传承给他的一个好机会。嘿。像遐课程呢，俺喺课里头讲呢，可能是要全年龄拢有啦，吼。甲项有呢，唔免讲因拢一个户内啦，俺哋是带过去个户外，去念个念书业的，书笔的，都现场做创作，去给你教用语言呢，用上用客家话玩大地游戏，某一天都变个起木头地杯啊。你能有发现到讲，许多老辈同90地辈新年会有无同样的表现嘛？因为原本睇90地辈佢好似可能係冇嘅興趣，等到許多老輩時間佢好似都比嗰個90地輩好嘅韓國好嘅，有一種新年嘛。其實90地輩做嘅東西哈，就會卡算小肌肉的東西嘛，哈，可能會繪畫啦，講故事啊，哈，咁唔通到老輩嘅話，我們要設計符合外面環境的課程。大肌肉的活動，嗰時間呢，創意安尼表啊，用創啊，用就拢唔歹，你每年有老人家要重點點的啦，嗰時間真唔用這。其實室內室外多的課程都有它的好處。咁我用無共樣嘅主題，共樣大家共樣來討論，做出來嘅課程。實際問題啦。安尼會唔會有家長同人講，哇，好彩老師有人咧聽數冇吼？伫睇路卡上我嚟教育嘅行業，今日也感覺孤掌難鳴啊意思啦吼。即下像伊個家庭可能推動個無安尼個有力，一見到大家強下來嘅時陣，佢個有力嘅，然後新年咧又有個有動力，為唔會有家長安尼回饋啊？有啊，家長都講伊連到遐個之後呢，像伊之前唔曉設計，唔係用個屯新年嘅對法，什麼？至少伊就要上課也記對法規矩，伊也專業都應該講。伊新年都好無嘅，什麼？雖然我哋上課安尼短3點鐘爾，講唔講我講最重要係建立家長嘅遐個傳承的使命感。我感覺你只要建立穩固之後，語言的東西，然後我們會鋪了很多東西去給來啊，好，我哋名錄見安發他嘛，吼，啲背啊，愛過去又過去，愛看客話嘅。YouTube 攏有咩？我哋如果請資料傳過去俾人，紙本的或者是故事繪本，攏傳俾人，伊人都有一些資源可以跟孩子，就是比如說睡前的故事啊，也會聽聽人家專做客話嚟講本身嘅堂啊。那老師張老師，我繼續嚟請教下講，都出行都更加應該有嗰度嘅成果嘅嘛？你一條成果，我有咩有辦嗰種成果嘅發表啦，又係講展覽啊嗰種，我幫其他地方含前推動一個參加一個計劃嘅人去啲啊。我哋每一年結束計劃結束嘅下，我哋都有成果發表會，注意嗰度同我來參加我哋呢個活動，過了我哋反映我哋。所有參加嘅生意咧，就聽人哋客家師傅主要嘅，就辦一個我想有一周神嘅呢個活動，主要同人哋大家講分享，個我哋有每一個闖關遊戲，生意咧我學我哋舉行嘅度都有嘅，而曉得講我哋有禮物送俾，所以每一個生意咧有闖關遊戲，所以一啲活動咧我哋都有記者會，還有家長分享，還有孩子表演，
或欣赏表演嗰度都有。啊，你头先咧有个成果发表，亲像园游会、庆用咧，可以教迄个成果发表，唔系单枪坐，点坐啊，摕起，也系讲诶，看到即静态眼人咧展览啊，嗰种，无庆用咧吼，真神奇呢。啊，像一种行业亲自庆好嘅计划，眼人我一般嘅民众吼，假使讲有兴趣嘅，有样办去去寻到一条资讯，譬如讲某个时节爱期盼。某个时节可以来参加，甚至于讲成果发表天内，我对那只去寻，都有一个资讯啊。俺哋客家事务处都有安尼专门的平台吼，安尼资讯全部挂起嘅，吼，伊咧几年度嘅计划，俺哋都摕去当过，吼，一度年攀马个活动，资讯、亲子用号、提点啊活动，嗰度俺哋都有。所以伊进入安尼平台，点入去，伊就看得到也得全部的资讯。老师，你讲嘅客家事务处，喺屏东县政府，也喺高雄市政府嘅，拢有，就高雄市客家 VMV 同屏东县客家事务处，有两片咧，都有安尼一个行业亲自庆贺计划相关的资讯。嗰说。最简单的都讲，这个扫描路去请一条资讯，甚至于讲直接打电话去问一条公部门的公务人员，然后佢哋有那条资讯，今日会收嘅，同从专业老师人的资料本几等，大家都有兴趣可以来问，请讲的。原来啊，真是唔好意思，赶快加入我哋的节目，同睇有嘅家长分享我哋安好嘅资讯，因为有嘅家长希望来学校化，结果今日资讯太多嘅技能，也唔知讲从何着手啦，係咪安尼？哇，观众朋友，今本日啊，请到2位先生嚟到节目里边，係咪情有价值？本家长提供原來啊，學校化，更加我哋有千多嘅資源可以嚟利用哦。也希望大家啊，假如有個機會，好好嚟聽說我哋文化嘅保存，我哋阿美化嘅保存都靠大家嘅，好冇？感謝2位先生今本日帶嚟按精彩嘅分享和同故事，感謝2位先生多謝你。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也歡迎大家呢來參加俺親子共學嘅活動，多謝。好歡迎大家共下嚟學行業，唔過喺學行業之前呢，先聽到我哋先生嚟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